线啊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孔要连接到荧幕，连接没有这个孔啊，说错。有啦，应该是有吗？每一台电脑都会有，因为要连接，而且连接投影机一定会按不同位置啦。不同。连接有时候会在后面，有时候它在那边不一定，因为每一台的那个它的那个构造一定有量。你有看大小头一定有，有一个两边嘛，一边较矮，一边较宽，那白开你也看。嘿，每一台电脑一定都有，不可能没有。好，省略了。往后面我按不会单你站。这 Windows 10的呢，作为系统较新的呢。你再甲问啊？两阮呢，我那个7 Windows 7。我7还是？应该是负责的。这操一个作。我即摆去买一台，开干那死炒尔，无低炒。迄什么炒不一定呢？不一定哦。干那死炒尔，伊就随身带落去变低炒。你看，迄炒不一定啦，什么炒不一定的。你有问题，你可能从我后期你问从我一个，一般是拢你用这个。真的。这个嘛吼，你会当问从我一个，一定拢有啦，只是伊的名称袂共款啦。伊就买一台吼。你讲手提的吗？你毋是本来就有吗？有当较拍败，哪停去？哎呦，拗人遐来，去拗落来，去拗去。哎呀，要换新的就对了。嘿啊，伊这。光顾去啊，就是爱开心。这边哪开啊？对啦。我已经会啦，我已经有这个走，这个走敢是？有啦。好，我出来呢。你当刷子呢？这个往下呢，你好，往下页。哦，有啊，往下页。哦，上下。有上下键呢，上下键哈，在旁边呢。好，你看上下键呢，在旁边呢。你重量你莫想刻这，因为这个是空的。我爱零啊刻的，我是讲不要太因为之前小朋友而已不经把阿爸有些东西晃一下，因为它是空的，里面的东西又不多，所以一卡无重心。有啦，太晃就会出来了。哎呦，太晃就跑出来了。那歹徛坐就无差啦，你若我用徛坐就免，如果坐里边，看荧幕看会到。你坐地方听啊。好。对啊，安尼对啊，安尼拇指合作了，优秀。